即摆已经开始咧歇落啊！伫彰化县的7月初1就来启动离校保护青春的专案，针对 KTV 也是电脑间等等的场所来扩大临检。也毋过有警察咧临检的时阵呢，是伫咧 KTV 发现一个妈妈抱红婴仔咧唱歌，警方是照离校法也有社会秩序维护法提醒家长，这未成年伫咧半暝12点之前就应该爱离开。 开始休热路，彰化县启动离校保护青春专案，针对夜间场所扩大临检。其中，园林分局伫 KTV 临检的时，发现有民众抱红婴仔咧唱歌，虽讲当时也未超过半暝12点，但是警察嘛随宣导口控。妈妈有来吗？有啊，妈妈有来。爸爸有来吗？爸爸就在那里。你们有没有未满18岁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都满了，只有他未满18岁。我也未满。未满18岁不可以在这边，要带回去。 警察表示，根据离校法甲社会特殊维护法，满18岁囡仔应该爱伫半暝12点之前离开 KTV 等公共娱乐场所。家长嘛答应会遵守规定。8日半暝，彰化县府联合警察局、各局处等8个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，针对 KTV、电脑间、球间等青少年较会出现的夜间场所稽查临检，嘛针对防治诈骗、毒品、性犯罪等加强宣导。执行宣传专案。 那我们希望这个业者也能够跟我们配合。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晚了以后，不要这个青少年不要逗留在这些场所，那业者也不要这个卖烟酒给这些未成年青少年。 彰化县府表示，7月初1县内正式启动青春专案，警察局会全面强化执行勤务，针对偏差行为甲非法营业等情形加强临检，防止青少年接触毒品、互诈骗集团利用等。县府嘛提醒家长，休热时间到爱加关心注意厝内囡仔行为，避免互不法分子拐骗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